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甜筒的时間呢，我向大家好朋友測驗。今日我帶大家人坐蹲做運動。坐蹲運動伊個強度較細，速度咪較慢，較適合有個動作無連發、手腳無方便、手腳無力的朋友。坐蹲運動咪會較安全一些。嗰小大運動的時間，大家要準備一個無連的呢燈呢，阿嚟會較安全哦。大家人準備好冇？阿都開始嘅哦。開始嘅時間，我哋先做暖身哦。暖身輕鬆腰，有暖身嘅話，第下運動較唔會挫傷哦哈。好，開始等下要腳踏步。雖然我哋喺坐蹲做運動，咩強要有精神哦。我記得我抬頭挺胸，都是要豎起來。繼續。好，開始嘅時間，我哋嚟做踏並步。右邊左邊。加上我哋數，數要傳出來哦。繼續，3、2、1，腳腳出去，兩隻手喺中間，向下傳出去，改好都係安尼。向順後，天天嚟做唔怕，所以壓過來哦。向上面，改好都係安尼，我記得跳起哦，唔好驚起哦。向順後，天慢一擺，慢慢嚟來唔怕，腳開合合，打開來，再合起來，打開來。再合起來，改好，手擴向本岸，我記得說夾起來啊哈，不用強鬆，天天嚟做唔怕哦。我哋再做4個、3個、2個，過來踏步，手縮起上來，回去，再擺縮起。回去，天慢一擺，所以腳天天嘅打開來，右邊嘅鏡頭壓下去，本來強用傳出哦，往左邊，右邊再一擺，左邊，兩隻手像籃台球一樣，鋪背，手用力，天天嘅收起上來。打開來，數牛燈呢，看恰當風，在天天嘅過程中間，收起，盤起，收起，盤起，天慢一擺，來右腳踏步，啊等暖身做到一片，更加就做做運動嘅哦哈，強用踏步，啊嚟調整嘅呼吸。準備好了嗎？我哋開始嚟哦。第一個動作，我哋向上鋪，壓腳，先可以先上做一擺哦。1、2、3，壓腳，1、2、3，壓腳。中間嘅腳壓唔起來，唔怕，我哋可以做點踢，點踢。你看到嗎？喺腳點嘅踢嚟行都可以。啊，中間可以壓腳嘅人都壓腳。3個、2個。天慢一個，好，踏步右腳，腳後背冇，更加我搞數嘅動作嘅哦。來，1、2、3、4，前面交叉打開，下來，前面交叉打開，下來，再兩個慢動作哦。腳繼續踏步哦哈，看起來是可以嗎？1、2、3、4，改好哦。等下我都夾腳嘅哦，向下做哦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會亂騰嘛？再來一擺，前面交叉，前面交叉，踏步右腳，唔怕，最緊係冇後背人唔怕，等下我哋會從頭再來一擺哈。下一個動作我哋要做
他偏铺两片，嘿，佢好都係安尼，數順風上去下來，數一全出咯，吼冇玩玩咯。雖然我哋喺草頓做運動，啱講我哋通促冇變個寫哦冇哦，吼，佢要做到太太哦，哈，安尼運動嘅效果那麼較好哦。3、2，從頭開始行上鋪，1、2、3、4，都係安尼，佢好。他偏鋪兩片，我跳起哦，哈，我記得一條跳起哦。後來他鋪右腳，做得嘛？我哋 T 上面動作嘅哦，天天嚟亂跑哦，哈，你壓腳，腳壓起來，唔可以鋪背哦，你好看冇？你唔好看，運動嘅效果咩唔好啊，哈，一定要抬頭挺胸，到時候豎起來，更加我哋豎像跳索嘅樣嘅。用技術夾起來，係跳索嘅樣嘅，跳腰壓腳，都係安尼。5、6、7，他偏鋪上去下來，一個上一個下，佢好。壓腳跳索嘅哦，跳索嘅，數位老眼前嘅哦，有看到冇？數位老眼前嘅哦，哈。他鋪右腳。我哋今日嘅動作，如果到壓腳嘅動作，就講你腳較無力，唔怕腳唔是壓起來唔怕，我哋都先騰數，先做數都可以嘅哦，哈！從頭開始嘅哦，準備哦，5、6、7，行上鋪哦，1、2、3、4，佢好都係安尼，他偏鋪，需要全出嘛？壓腳跳索嘅，跳索嘅，我記得數我夾起來哦，哈！再一擺，從頭行上鋪，係每一個動作都個做個態哦，哈！他偏鋪，數千條全出，壓腳跳索嘅，冇陪波，我記得。快快合合，慢呢，天天嚟合過來，快快合合再擺，打開來卡多一些，係啊，我哋數出隻來哦，上面撈眼前呢下來，上面撈眼前呢下來，啲斜當空有看到嗎？好，啲斜當空哦。壓腳跳索嘅，兩個動作加起來，佢好都係安尼，快快合合，數老眼前嘅哦，加油哦！再擺壓腳，數喺老眼前嘅哦，唔可以停喺度冇停通哦，哈！快快合合。跳起跳起，我記得，他鋪右腳，做到一片，他敢有聽到嘛？可以嘛？我跳嘛？我都係從頭開始嘅啊，哈！又繼續他鋪，啊，就他鋪係緩和一下嘅呼吸啊，哈，冇不安全哦，哈！準備哦，準備行上鋪哦，1、2、3，他偏鋪。壓腳，數跳索嘅，腳邊下來時嘅要強強嘅哦，快快合合，撈眼前呢，佢好做得佢好哦，行上鋪再一擺，哈，跳起，他偏鋪。佢好，都係安尼，冇擺勢哦，壓腳，他過一些，快快合合，
顺风点脚，右片左片点出去，请两脚放较长一些，嘿，就是安尼，安尼加速，强速强脚，好，强速强脚要记得咯。3、2、一片两个，一片两个，一片两个，一个一个一个做4摆，两个两个，一个一个，两个两个，我接通做嘅哦，快快合合，再一摆快快合合，加油加油！顺风点脚，一个，两个，从头开始向上扑，哈，精神要拿出来啊！踏平扑，对好，压脚跳手嘅，做夹蹲夹起來。快快合合，撈眼圈呢，再擺，順風點腳，兩個，踏步右腳，他趕緊捏起來冇，有流汗冇，然後再收起上來，調整一下你的呼吸啊哈，再擺收起，啊。啊！你這邊做運動做到一片，他家己好不好冇？做好運動一定要做伸展緩和哦，哈！來右腳喺前面，豎上來，輕輕地下去，再把手起上來，啊！再穩左腳喺前面，輕輕地下去，上來，打開來，右手綁長長。弯片，左手綁長長，中間過來，再擺縮起，頭度嘅動作，他家己好唔好冇？接頓我聽到線上做新嘅動作嘅喲。一開始我哋先做暖身哦，暖身輕重要，要做暖身嘅運動嘅表現較會較好哦。後來我哋右腳踏步，抬頭挺胸，肚子要豎起來，記得啦哈，坐蹲咩冇不用強鬆哦。踏平步不礙，豎啲中間，順出去，要跳起哦，一定要記得運動要跳起哦哈。向順風，所以壓起來哦，唔可以跌下去哦。向東風，順出來，一個有精神。順風再擺，個好都係安尼，天天嚟唔怕。腳夾起來。繼續再擺咧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踏步右腳，快快合合，腳不用強手嚟，天天嚟做，再試嘢都好嘅哦。3、2、1，收起上來，盤起，收起。盤起，兩隻腳打開來，右片下去，穩左片，再擺右片，左片，天天過嚟中間，再擺手起都好誒。啊！等暖身做到一片，接到啊去做做運動嘅啊，好強用，啊！就腳踏步右腳，
快快合合。第一個動作就做快快合合 V 字步。腳冇問題錯嘛，頭都男生做過，嗰時腳冇問題嘅。更加我要告訴哦，看來做一擺哦，手面秒度4，手面秒度4。數上去嘅時間，我記得數要出來哦，再一擺。睇嘅還是可以嘛？1、2、3、4，所有秒錯 V 嘅哦，唔可以亂秒哦，哈。夾腳可以嗎？向下打開來，有看到嗎？向下合起來，嚟做一般慢嘅，俾他夾看哦。向下打開來，向下打開來，向下合起來，向下合起來，嚟做得嘛？嚟踏步右腳，準備哦。5、6、7，快快合合，數頓腳向下來哦。都係按嚟改好，天天嚟來唔怕，冇緊張。下一個動作。向順方抬起來，嘿，強強抬起來都可以嘅。啊，等數頓腳咩向數向腳放出去，像拉弓箭有冇？有看到嘛？安尼有像拉弓箭嘛？哈，拉弓箭嘅感覺，哈，向數向腳，接對啊，等壓腳，壓腳嘅時間，呢次條下個撲數。我記得咯，撲數唔可以嚟撲背哦，嚇！哋做動作都冇撲背，我都要精神，抬頭挺胸，腳也冇過，唔怕呢，冇過唔怕，唔過都係要抬頭挺胸哈！加油！4、3、2，順後壓腳，嘿，腳順出咯，撲數，拉弓箭再一擺。撲數，改好，踏步右腳，兩個動作加向下，第一個動作係快快合合，記得數啲那片嘛，數啲當空，按秒度4，做得冇？來準備哦，4、3、2，開始，快快合合，嘿，我跳起冇唔記得，腳踢起來，唔過冇怕。按過我順出，撲數，快快合合，再一擺，順出來，改好都係安尼，腳踢出去，順出來哦，撲數，踏步右腳，可以嗎？我接住做嘅哦，哈，下一個動作，慢步。恰恰恰，有看到嗎？我一隻腳等起頭前，就上鋪一鋪，就上鋪一鋪，1、2、3一鋪，1、2、3，再一擺，數個簡單，上去下來，上去下來，不用強鬆，拿上去都好誒，嘿，都係呢，改好，再來哦，加油哦！添慢兩個，添慢一個，踏步右腳，兩個動作加向下嚟哦。踢上面拉弓箭記得嘛？準備哦，5、6、7，腳踢起來哦哈。壓腳撲數，慢步恰恰，上去，反過來，壓腳再一擺。數腳都順出咯，撲數，慢步恰恰，啊，做到幾好，踏步右腳，我哋繼續下去嘅啊哈，可能做一擺，腳翹起來，唔該四腳臂向後背翹起來，有看到嘛？四腳臂向後背翹起來哦，兩個一片翹兩個，一片。夠亮嘅，繼續個，誒，四腳臂向後背翹起來都可以，會強鬆做。一個再亮嘅，一個亮嘅，一個亮嘅唔可以調走哦，一個亮嘅，一
一个两个，数个简单，数放下来都好诶。两个，一个两个，嘿，唔要可以停到安尼念，停到念唔要多头起嘅哦吼。他不有脚，两个动作夹强下，上面的动作係乜嘅？慢步恰恰恰，個厲害，準備哦，開始慢步恰恰，就上面。腳翹起來，一個，兩個，一個，兩個，數要出力放下來哦，哈，像放索嘅樣嘅放下來。他不有腳，四個動作可以嗎？我哋全部加強下可以嗎？試看哦，第一個動作快合合，也都是紅，都係安尼。腳壓起來哦，數拉弓箭，哎呦擴胸嘅感覺有嘛？抱數，慢步恰恰，哇！腳腳，一個，兩個，一個，兩個，還有哦，加油哦！停頓咗哦，加油哦！踏步有腳，佢跳嘛，佢跳咩？佢跳就休息一下，然後哋腳佢輕鬆，腳出去，天天嘅做都好誒，我哋中間緩和一下，哈數上來。天天嘅做都好哦，冇出乜嘅力咯，好佢輕鬆，主要係一放鬆一下哦，哈，壓起來，4、3，然後我哋收起，腳繼續踏步，嘿，我哋不是用壓動作而調整嘅呼吸哦，哈，再100，來踏步有腳。安尼又較好一些嘛，冇安全嘅，錯嘛？安尼我哋可以從頭開始再100嘛，試看到加油啊，好嘛？來，準備哦，5、6、7，快合合，數全身嘛，做運動作做太細啦哈，壓腳拉弓箭，切頭下背撲數，慢步恰恰。改好，腳舉起來哦，呵，兩個，加油，還有，添埋一個，踏步有腳哦，改好，再做添埋100，做得嘛？再做100都好誒，他趕緊有精神，來準備哦，快合合，腳壓起來，順側拉弓箭，撲數，慢步恰恰，放鬆氣，腳腳，一個。兩個，一個，兩個，還有哦，提慢一個，踏步有腳，唔可以吵，他講你嘅邊你做得幾好哦，來收起，回去，數能太翹一下，再把收起上來，啲後背。身體向東方，喺中間收起上，腳合起來哦，回去，收起。今日嘅動作睇緊你好唔好冇？明年程度欣賞你運動，你嘅精神會越來越好，體力會越來越好哦。停通，我哋下次見。